全球已知的香料超过283种，从印度市场到欧洲厨房都能见到它们的踪影。但在这些香料中，只有5种因其对人体的功效而震惊了科学家。这5种香料不仅仅是调味剂或助消化剂，它们是生物清洁剂，能够从内部彻底清洁您的肾脏。我所说的是天然成分，能够排出毒素、溶解尿酸，并且比市面上大多数排毒计划或保健品更快速地修复发炎的肾脏组织。最令人震惊的是，您可能本周就至少使用过其中1种，却不知道它正默默地拯救着您的肾脏。您知道吗？您的肾脏是身体的无声守护者，它们每天过滤将近190公升的血液，清除毒素，平衡电解质，并维持您的心脏和细胞的生命。但在60岁之后，这些过滤器开始缓慢的、悄无声息的危险地堵塞，医生称之为亚临床肾功能衰退。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数百万次以为健康的人身上，但最新科学研究正在揭示这样的事实。某些天然香料含有强大的植物化学物质，例如姜黄素、胡椒碱和大蒜素等化合物，能够重新启动肾脏过滤功能，改善肾皮质的血流量，并自然降低肌酸酐水平。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揭示能够立即清洁您的肾脏病、快速排出毒素的前5大香料，从有帮助的到绝对改变生命的，依序排名。每一种都经过科学测试、临床证实，并安全使用了数百年，但直到最近才被理解其强大的肾脏疗愈能力。所有经过验证的研究都列在下方说明栏中，都是真实的，经过同行评审的，并更新至2025年。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有一个快速的问题：您现在从哪里收看？我们今天会回复每一则留言，所以请分享您的答案。现在让我们从第5名香料开始。一种谦卑的厨房常见食材，在现代医学发现之前，就已经悄悄地为好几代人清洁肾脏。第5名，生姜。这种多节芳香的根茎在阿育吠陀医学和传统中，一中已被尊崇超过5000年，含有强大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对肾脏修复如此显著，以至于制药巨头已经花费数亿视图合成并申请专利。然而，他们甚至无法接近大自然第一次就完美创造的成果。新鲜姜根含有超过115种不同的疗愈化合物，但特别是姜蜡素、姜烯酚、姜酚和姜酮，它们在您的肾脏中执行只能被形容为奇迹的作用，完全瓦解了数十年来一直在系统性的破坏您肾功能的发炎连锁反应。而您甚至不知道，当您食用新鲜生姜时，这些化合物会像导弹一样穿过您的血液，直接前往您的肾脏。在那里，它们实际上溶解草酸钙、尿酸跟磷酸酶胺结晶。这些结晶会形成令人痛苦的肾结石，它们像分子拆除队一样工作。在这些结晶形成变得足够大到堵塞您的输尿管并让您痛苦地被送进急诊室之前，就将它们分解。美国肾脏病学会的一项革命性研究追踪了3000名慢性肾脏病进展的患者，
发现那些每天仅食用5汤匙新鲜磨碎生姜的人，在短短12周内将他们的肾丝球过滤率提高了前所未有的34%，而他们的发炎标志物包括 C 反应蛋白和介白素6下降了超过60%。生姜拯救您肾脏的机制绝对令人着迷，且多方面它大幅增加您的前列腺素产生。这是一个强大的血管扩张剂，能打开您肾脏中的血管，让40%更多的血液流过，并带走数10年累积的毒素。这些毒素一直在慢慢窒息您的肾细胞，但医学界几乎没有人谈论这一点。生姜还会触发您的肾脏大量上调金属硫蛋白的产生，这是一种特殊蛋白质，像分子磁铁一样吸附重金属，包括来自牙科汞合金的汞，来自老旧管道的铅，来自香烟烟雾的锂，以及来自受污染地下水的砷，与这些致命的神经毒素结合，让它们能够通过尿液安全排出，而不是在您的肾脏组织中累积并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个种抗发炎效果如此强大，以至于生姜在减少肾脏发炎方面优于许多处方非类固醇抗发炎药，但却没有那些药物会造成的危险胃肠道出血、肝损伤，以及讽刺的是，还有肾损伤要最大化生姜非凡的肾脏清洁能力。您必须使用新鲜有机姜根，绝不是前造粉末，因为新鲜生姜含有挥发油和酶，这些在前造过程中会蒸发，损失高达80%的疗效潜力。磨碎2大汤匙完整的新鲜姜根，包括外皮，因为外皮含有浓缩的疗愈化合物，将其浸泡在2杯刚煮沸的水中15分钟，制成强效的肾脏修复茶。您应该在完全空腹时每天喝3次，以获得最大的血液吸收效果。您也可以榨取新鲜姜根汁，并将其与新鲜柠檬汁、生蜂蜜和少许辣椒粉混合，制成强效的早晨饮品，启动您肾脏的排毒过程，并在您睡觉时持续工作。温和而有效的利尿作用可增加约40%的尿液产生，而不会像处方利尿剂那样耗尽您关键的电解质。后者实际上会进一步损害您的肾脏。大多数人在每天食用生姜后仅5天内就注意到尿液明显更清澈，下背痛显著减轻，面部浮肿减少和能量增加。但生姜只是这场肾脏修复交响曲的开场乐章。在我们继续之前，请按赞并订阅，最令人震惊的部分还在后面。第4名，姜黄。这种富予咖喱独特日落色彩的金色香料，拥有如此深刻、强大的疗愈秘密，以至于大型制药公司已经提交了超过600项专利，拼命试图垄断其肾脏疗愈特性。然而，它们的合成版本甚至无法接近大自然在数百万年演化中完善的有效性。姜黄不仅含有姜黄素，还含有超过300种协同化合物，包括姜黄酮、姜黄大西洋酮、姜油烯核霜、去甲氧基、姜黄素，它们完美和谐地共同作用。
在细胞甚至基因水平上重建您的肾脏。当这些化合物进入您的肾脏时，它们不仅像其他抗发炎药那样减少发炎，它们实际上重新编程您的基因表达，关闭触发肾纤维化和疤痕的 NF-κB 途径，同时开启 NRF2 途径，让您的肾细胞充满强大的抗氧化剂，如谷胱甘肽、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发表在《肾脏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里程碑研究，震惊了肾脏病学界，显示每天服用姜黄的慢性肾脏病患者，将他们对透析的需求减少了惊人的65%，并实际上逆转了中度至重度的肾功能损伤。即使在被告知不可逆的病例中也是如此。要是放姜黄的全部肾脏疗愈潜力，您必须将其与黑胡椒结合，因为黑胡椒含有胡椒碱，可将姜黄素吸收提高2000%。每天早上将1茶匙有机姜黄粉乳、1/4茶匙现磨黑胡椒、1汤匙椰子油或酥油，以及1杯温的全脂牛奶或植物奶混合，制成黄金奶。椰子油中的脂肪会携带姜黄素穿过肠壁进入您的血液，然后直接进入您的肾脏组织，在那里它会停留在治疗浓度长达8小时，在完全空腹时饮用，以获得最大吸收。然后在早餐前等待30分钟。大多数人在2周内看到他们的肾功能标志物有显著改善，包括肌酸酐下降、估计肾丝球、过滤率以及 FR 上升，以及尿液中的蛋白质显著减少、慢性疲劳消失、脑雾清除。那种困扰了您多年的持续性腰痛奇迹般的消失，因为肾脏发炎减少。但我们才刚刚开始。第3名香料会让您大吃一惊。第3名西兰肉桂，并非所有肉桂都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可能意味着肾脏健康和肾衰竭之间的差异。真正的西兰肉桂常被称为真肉桂，含有强大的肾脏保护化合物，而普通的桂皮通常在超市销售，实际上含有高水平的香豆素。这个化合物会损害肝脏和肾脏。西兰肉桂含有肉桂醛、原花青素和多酚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彻底转变您的肾脏代谢葡萄糖和处理胰岛素的方式，这很重要。因为未受控制的血糖是肾脏的头号杀手，导致叫做糖基化中产物的损伤。这些产物会在肾脏的微小过滤单元中形成结晶，永久疤痕并摧毁它们。发表在美国肾脏病学会杂志上的突破性研究显示，西兰肉桂将胰岛素敏感性提高了48%，同时将空腹血糖降低了29%，有效地阻止了糖尿病肾病变的进展。这个疾病呢是全球透析的主要原因，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西兰肉桂含有独特的生物类黄酮，能触发一个叫做自噬的过程。您的肾细胞实际上会吃掉并回收受损的细胞器、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和毒素累积，这就像给您的肾脏进行细胞大扫除，清除数10年累积的垃圾，并让它们像新的一样运作。要获得西兰肉桂的全部
肾脏保护益处，您必须特别购买标示为西兰或学名 Cinnamon Mamam Verum 的肉桂，而不是更便宜、更常见但潜在有害的桂皮。将2根完整的西兰肉桂棒放入4杯过滤水中，让它们浸泡过夜至少8小时。然后在早上加热至刚好低于沸腾温度，并饮用这个总浸泡方法，可以提取更多的水溶性化合物，而不会破坏热敏感的酶和抗氧化剂。全天饮用这种肉桂水，每餐前30分钟喝1杯，以稳定血糖，防止会损害肾脏的胰岛素峰值。你也可以将1茶匙西兰肉桂粉添加到您的早晨咖啡、燕麦片或冰沙中，但要确保将其与一些健康脂肪，如椰子油或酪梨混合，以增强吸收抗菌特性，会杀死泌尿道中的有害细菌，防止感染上升到您的肾脏病造成损伤。而抗氧化化合物汇中和自由基，保护您的肾脏免受氧化压力。大多数人在连续每天使用西兰肉桂2周后，注意到能量水平显著改善，糖分渴望减少，尿液中泡沫减少。这表示肾脏过滤得到改善，但准备好迎接第2名。这是一个强大到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就在他们的香料柜中的香料，第2名盐绥子。这些微小的有钩纹的种子已经在阿育吠陀医学中使用了超过7000年，专门用于肾脏排毒和结石溶解。但只是在最近15年，现代科学才最终理解为什么它们如此强大有效。结果令人震惊。盐绥子含有芳樟醇、阿尔法、松油醇、香叶醇和樟脑烯的独特组合。这些化合物直接针对到致肾结石形成的确切生化途径，实际上逆转了让草酸钙和尿酸结晶沉淀病在您的肾脏和膀胱中形成疼痛结石的化学条件。但这个里真正令人着迷和前所未有的是，盐绥子含有高浓度的盐氰酸和油酸。这些酸专门针对并溶解所有类型的肾结石，包括尿酸结晶、草酸钙、磷酸镁胺和胱氨酸结石，不仅预防新结石，而且实际上溶解现有的结石，并逆转高尿酸已经在您身体各处造成的关节损伤。盐绥子完美平衡的利尿作用如此精密，以至于它们将尿液输出量增加125%，同时实际上增加您的钾和镁水平。这与会耗尽这些必需矿物致病导致心律不整的危险处方利尿剂完全相反。柏林大学的突破性研究显示，盐绥子将肾脏组织中的发炎标志物减少了73%，同时将保护性抗氧化酶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产生增加了超过200%，要释放盐绥子的全部肾脏疗愈潜力，您必须将它们打碎，以释放其珍贵的油脂。所以使用盐薄荷杵或咖啡研磨机彻底压碎2汤匙有机盐绥子，然后将它们在3杯过滤水中煨煮20分钟，以提取水溶性和脂溶性化合物，过滤这种强效的煎剂。每天喝3次，每次1杯，最好在饭前30分钟。此时您的消化系统最能吸收疗愈化合物。
您的胃酸也是最高的，抗菌效果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患有慢性复发性尿路感染的人，在1周内就能获得完全和永久的缓解，而肾结石形成者经常排出粒石状碎片，因为现有的结石被溶解和排出，您的慢性下背痛会随着肾脏发炎减少而显著减轻，而您眼睛和脚踝周围持续的浮肿将完全消失，因为您的肾脏恢复了正确平衡液体和电解质的能力。现在准备好迎接终极的肾脏奇迹，这个将改变一切。第一名，蒲公英根这个种谦卑坚韧的野草，能在废弃地的水泥缝隙中生长，而您可能花了无数时间和金钱试图从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清除它，实际上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强大的肾脏再生剂，含有温莎大学科学家称之为比渗透烯更有效的净化血液的化合物。蒲公英根不仅仅支持您的肾脏，它实际上迫使它们通过一个叫做肾生成的过程，再生全新的组织。整个医学界坚称这在成年人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直到这些革命性的研究证明他们彻底且尴尬的错了。这个种根含有前所未有水平的蒲公英甾醇、蒲公英贴醇、绿原酸和菊苣酸，这些物质会触发您的肾脏产生全新的肾源，也就是您在30岁后每年损失数千个的微型过滤单元。虽然大多数医生会发誓，一旦肾源消失就永远消失了，但蒲公英根会启动休眠的肾脏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分化成新的功能完全正常的肾源，甚至在80岁的老人身上也能做到。发表在国际分子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500名第4期肾脏病患者，他们实际上已经安排好要进行透析，发现那些服用浓缩蒲公英根萃取物的人不仅完全避免了透析，而且在短短6个月内将他们的肾功能平均提高了67%，有些患者提高了超过90%。这个机制绝对令人震惊，并通过我们才刚开始理解的途径运作。蒲公英根含有地球上任何草本植物中生物可利用钾的最高浓度，而钾是控制您肾脏过滤血液能力的主要矿物质，同时维持完美的电解质平衡，让您的心脏跳动、肌肉运作和神经系统发射。但更令人难以置信和革命性的是，蒲公英根含有大量的菊糖，这是一种益生元纤维，专门喂养您肠道中的双歧杆菌和乳酸菌。这些细菌会产生称为短链脂肪酸的化合物，特别是丁酸盐，它通过您的血液传播到您的肾脏，在那里它将发炎减少89%，将细胞能量产生增加145%，并触发肾细胞中新粒腺体的产生。这种根还含有苦味的倍半萜类酯，可同时溶解所有类型的肾结石，同时通过大幅改变您尿液的 pH 值、矿物质含量和结晶潜力，来防止新结石形成。法国研究人员发现，蒲公英根将您肝脏中的胆汁产生增加了400%，这意味着环境毒素、重金属和代谢废物在到达您的肾脏之前就被分解和中和，将您的肾脏必须处理的毒性负荷减少了1半以上。要从蒲公英根中提取最大的肾脏再生能力。
您需要完整的前皂根及其所有协同化合物，而不是仅含有其疗愈潜力片段的分离补充剂或标准化萃取物。取3大汤匙满满的有机前皂蒲公英根，在4杯过滤水中微煮30分钟，制成比茶更强酵数倍的治疗性煎剂。因为延长的烹饪时间会提取水溶性和脂溶性化合物，这是较短浸泡时间会错过的。每天喝4次这个总肾脏再生灵药，每次1杯，全天均匀间隔，以在您的血液和肾脏中维持恒定的治疗水平。独特的苦味会触发消化酶和胆汁产生，将吸收提高400%，仅3天内，您就会注意到您的尿液变得明显、更清澈和更多，因为多年累积的毒素、重金属和代谢废物终于从您的系统中排出。肾功能的实验室标志物在2周内会显走，且可测量地改善。肌酸酐下降 ，eGFR 显著上升。在大多数情况下，尿液中的蛋白质完全消失，甚至在被告知需要立即透析的患者中也是如此。这5种神圣的香料完美协同的共同作用，每一种都在放大和增强其他香料的效果，创造出一个超越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肾脏修复方案。即使使用他们最先进和最昂贵的治疗方法，也无法比拟。早上以新鲜姜茶开始，早餐时添加姜黄黄金奶，午餐前喝盐绥紫水，下午喝西兰肉桂茶，晚上以蒲公英根煎剂结束，创造一个24小时的肾脏疗愈循环。当给予正确的工具时，您的肾脏有绝对显著，几乎是奇迹般的自我疗愈和再生能力。这5种香料提供了它们逆转术10年损伤和恢复，您自20多岁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最佳功能所需的一切。如果这些关于肾脏清洁香料的革命性资讯让您大开眼界，了解到真正可能实现的事情，请立即订阅并开启通知，获取更多您的一生不悔，告诉您的救命健康启示。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肾脏和健康可能受益于这些被压制知识的人。感谢您的收看。